谁喜欢吃大鸭？人家说了好看都不实用。哎呀妈，昨天张一说一套嗑，我必须给你们到时候明天记。哎呀妈呀，说什么玩意儿啊？我没记住他说那套词儿。哎呀妈，说2回了我都没记住。反正就是什么玩意儿，大牙滋都不当亲嘴，他这么说。说只要感情有，什么都什么，只要感情有，瘸子怎么都怎么？哎呀妈，我记不住啊。反正就是说了，那就一直龇牙都不当我亲嘴。没记住，我一会儿现场，一会儿没有，今天晚上去跟他学一学，我问问。他好像说过很多经典语录吧？哎呀妈呀，他太经典了。张一语录。张一语录，完了说那个打8饼去黑，完了打那个3条裤衩，说打2条棍儿，棍儿当当劲儿。哎呀妈呀，真有意思了，家人们。布妈穿收腹裤穿几码？穿 XL。